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2月份的经济数据。这个是3月4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2月 PMI 数据。这个数据实际上就是验证了咱们前一阵子经常讲的这个叫返乡见闻录这个春节经济也不景气。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 PMI， 对吧？这侧面验证不是大家体感差或者是发牢骚。数据也说明这一点。这一组数据如同一记重锤敲击在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骨架上。怎么说呢？制造业 PMI 49%，这什么意思呢？比1月回落 0.3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处于收缩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49.5%， 微升 0.1个百分点，但是也是在收缩区间，就是 50% 以下都属于收缩区间。综合 PMI 产出指数 49.5%， 这个是回落了 0.3个百分点，也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几个分项的 PMI 都是在收缩区间，有的是连续2个月收缩。国民经济整体景气度仍在收缩区间运行，这个不是简单的季节性波动，而是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又一次显露。数据发布之后市场上诸多解读不约而同的将回落归咎于春节假期季节性影响。这个我在去年节目就说了这个春节既然这么捣乱是吧，搞的这个数字波动，经济好也是春节，经济不好也是春节，反正春节就变成一个篮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变成一个口袋。春节变成一个干扰指数，实在不行把春节取消算了。增长也是因为春节，下跌也是因为春节，春节成了个背锅侠，你说招谁惹谁了？都拿春节说事甚至拿出过去10年春节期间，就是春节那个月PMI 平均回落 0.4个百分点历史数据来论证本次波动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解读犯了经济学最基础的逻辑谬误。季节性因素只能解释环比变化的幅度，却根本无法解释数据为何持续处于收缩区间。也就是春节那个月你比上个月稍微差点可以理解，但是你解释不了为什么，对吧？都一直在收缩区间。1月制造业 PMI 本就已经跌破荣枯线，2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探，这已经不是节日停工的短期扰动所能解释的。这次放了9天假，假期长了1天2天，这也是毛病。实际上其背后是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长期结构性矛盾，已经到了无法再用话术粉饰，无法再构建一个新的叙事，对吧？无法再用短期因素搪塞的这么一个地步，就再也没办法解释了。那么统计局公布了这个2月份的 PMI 数据以后也引起了各大媒体、各大专业机构的解读和他们的一些隐忧担心。近48个小时之内各大媒体和机构对这些数据的评论呢也是五花八门，总体上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一个集体的反思。你比如说彭博社在3月4日的报道中指出，他说中国2月 PMI 数据全线收缩，反映了消费和投资需求的疲软，春节效应虽存在，但无法掩盖结构性问题。彭博社的分析师认为政策需要更大力度的刺激以提振内需。新华社在3月5日上午评论文章中也强调，他说 PMI 数据表明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稳固，仍需要深化改革释放活力。新华社的评论比较含蓄基础不稳固，这说明啥？路透社则在3月4日晚间的分析中指出，中国制造业分化加剧，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建议政府加强针对性支持。而世界银行在3月4日发布的简报中警告，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和地缘风险的双重挑战。 PMI 数据是预警信号。摩根士丹利在3月5日的早间报告中下调了中国2026年 GDP 增长预期至 4.5%， 称 PMI 数据确认了消费复苏缓慢的现实。这些中外机构看法一致指向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就是需求侧疲软与供给侧分化并存，短期政策难以根治。实际上最近这个两会也已经召开了。3月3号，本次中国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布会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刘杰一介绍他在这个回答有关经济形势提问时说他说过去1年外部环境风高浪急。风高浪急不是鱼越贵吗？
他说啊，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啊，这个当然都是向好的。但是下面他说啊，他说虽然还面临一些老问题、新挑战，但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也就是说啊，经常看这种新闻发布会的应该知道，咱们一般的只说好的，但是如果在好的里面说一些隐忧，实际上大家就懂什么意思，是为了更好的叫绿叶衬红花。这个时候全是好的，然后有那么一点隐忧，那个隐忧反而变成红花，全是好的变成绿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所以很多媒体报道说，标题叫中国两会登场，官方承认经济面临老问题新挑战。你说了9个好处，然后说1个不好，好了，大家把目光就看到那个不好，并且认为啊你是想强调那个不好。我们接着看啊，这个先看制造业内部结构，数据呈现分化，恰恰印证了当前经济最核心的病灶。大型企业 PMI 逆势回升 1.2个百分点至 51.5%， 重回扩张区间，形成了诸多解读里唯一的亮色，也就是大企业啊回到了扩张区间 50% 以上。而中型企业 PMI 回落 1.2个百分点至 47.5%， 小型企业 PMI 更是大幅回落 2.6个百分点至 44.8%， 双在收缩区间持续下探。这种头部企稳尾部坍塌的格局绝非春节因素能解释。春节对大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冲击是同方向的，为何大型企业能够逆势扩张，中小企业却加速收缩？答案再清晰不过，当前的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梗阻，宽松释放的流动性，各类政策红利大多停留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层面，而真正吸纳 80% 以上城镇就业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几乎没有享受到政策的暖意，反而在需求收缩、成本高企、融资难、融资贵的3重挤压下，深层空间持续收窄。中小企业难，而中小企业又吸纳了 80% 的就业，所以说我们牛马韭菜感觉到难，体感差，这不就合理了吗？这不就能解释了吗？但是头部企业它似乎日子还行，这也就是为什么老有人说我们单位还可以啊，工资照常发，奖金也还有，对吧？这都是叫结构性分化。但是啊，这种国有大企业、头部企业也不代表就可以持续，这种结构性分化最终会拖累头部企业一样的只不过它晚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民营经济不是中国经济的补充，而是活力的源泉。但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再亮眼的头部数据也撑不起经济的大盘。关于这个制造业分化，那么机构和媒体的看法那就更加尖锐。这个 CNN 在3月4日的经济专栏中指出，中国制造业 PMI 显示了大型企业回升与中小企业下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反映了政策倾斜的结构性失衡。而放水，所谓的放水，我不知道咱们现在很多这个媒体自媒体都说要放水，放水叫通胀，你看看就是放水，水也到不了韭菜小企业这儿，看见没有？任何政策红利，任何倾斜，最终都是滋润了大企业。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企是关键问题。金融时报3月5日凌晨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的分化风险加剧，中小企业倒闭潮可能引发就业危机，建议政府推出定向贷款计划。中国日报在3月4日社论中呼吁 PMI 数据揭示了民营企业的困境，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月4日发布的及时评估中表示，中国制造业分化是全球供应链重塑的一部分，但需求不足是主要拖累因素，对吧？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说明政策传导不畅和民营经济活力被抑制。上面想法是好的，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到达不了牛马韭菜这个层级，惠及不了牛马韭菜，最后变成什么呢？最后变成上海，对吧？那个30万1平米的豪宅，2个亿一栋的房子，日光，你知道钱放哪儿去了？牛马韭菜为了那个100万一套的房子，在那勒紧裤腰带，咬牙切齿，对吧？七大姑八大姨的钱都借光，就是一定是什么地方放水的时候，什么地方出现了梗阻。再看市场反复炒作的新动能亮点，高技术制造业 PMI 录得 51.5%， 连续13个月保持扩张。这一数据被诸多解读当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佐证，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技术制造业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不足 20%， 仅凭这一个细分领域的扩张无法对冲传统制造业的整体疲软，更
更不可能撑起整个工业经济的基本盘。更关键的是，制造业的核心矛盾从来都不是供给端的技术升级，而是需求端的持续萎缩。2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回落 2.8个百分点至 45%， 外需疲软的态势进一步加剧，而内需的回暖至今只停留在纸面的预期里，没有转化为企业手里实实在在的订单。尽管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回升 0.6个百分点至 53.2%， 但这种预期是极其脆弱的，因为没有订单支撑。企业的乐观预期终究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转化为产能扩张和投资增长。没有需求的投资只会制造更多的产能过剩，最终让企业陷入更深的困境。咱们2025年6月份就开始反内卷，那不就是因为产能过剩吗？这个《华尔街日报》在3月4日的报道中称啊，它中国高技术制造业 PMI 扩张虽然亮眼，但整体需求不足，限制了其溢出效应。出口订单下滑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而经济参考报于3月5日评论， PMI 数据中的新动能亮点无法掩盖传统行业的疲软，需通过消费刺激拉动内需。那高盛啊在3月4日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制造业预期指数上升，但缺乏订单支撑，2026年投资增长或放缓。所以啊，这些媒体看法呀，它实际上就突出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说目前经济的困境的根源是需求侧弱势，也就是消费不旺，而不是供给升级就能解决的。就是你需求侧非常弱，你在供给这一侧怎么改革，怎么提高效率，怎么增加产能，对吧？怎么升技术，你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现在核心矛盾是需求不足。价格数据同样值得警惕。2月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54.8%， 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而出厂价格指数仅为 50.6%， 勉强维持在扩张区间。购销价格的剪刀差依然存在，意味着中下游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压力仍未缓解，利润空间持续被挤压。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啊，它产品的出厂价它涨不了，但是它原材料的价格不停的在涨，那你说这个企业还能干得下去吗？在终端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企业根本没有提价权，上游成本和上涨只能由企业自身消化，这也是中小企业经营困境持续加剧的重要原因。但企业连利润都保不住，谈什么创新呢？谈什么转型升级？那不都是缘木求鱼啊？而这个 BBC 啊，在3月4日的经济新闻中分析，中国 PMI 数据价格指数显示成本上升，而出厂价滞涨，挤压了制造业利润，中小企业受影响最大。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5日文章指出，价格剪刀差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需要通过改革降低上游垄断成本。JP 摩根3月4日报告中警告，中国通胀压力不对称， PMI 数据预示企业盈利下滑。这个说来说去还是咱们这个经济困境呢，是成本传导机制出问题，利润分配不均。我们再看这个非制造业数据， 49.5% 的商务活动指数，即便在春节消费的集中释放期，依然没能站上荣枯线，这才是整个数据里最值得警惕的信号。市场解读反复强调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在 60% 以上，高位景气。零售、航空运输等行业也升至 52% 以上，但是却刻意回避了整个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仅为 49.7%， 认出收缩区间的核心事实。春节9天的假期消费爆发，根本无法覆盖全月服务业的整体疲软，这说明居民的消费复苏仅仅局限于节日期间的一次性补偿性消费，并没有形成可持续的常态化的消费回暖。就比如茅台吧，春节期间茅台还涨了一下价，涨价之后怎么着了？现在不就开始降价了吗？它不可持续。而服务业是什么呢？是居民的收入的镜像，是内需的核心载体。服务业持续处于收缩区间，背后是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缓慢，收入预期疲软，预防性储蓄意愿居高不下，也就是大家都勒紧裤带攒钱存钱。我在2021年恒大一暴雷就建议大家赶紧存钱，不要投资。5年过去了现在开始很多人开始呼吁存钱，虽然晚了一点但是只要明白过来，
都不晚，对吧？只要你反应过来了都不晚。经济下行期啊，只有存钱能帮你度过困境。所以说啊，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是不敢消费，没钱消费。我们喊了多年的扩大内需，始终没有抓住核心。内需的源头是居民收入，没有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任何促消费政策都只能是隔靴搔痒，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让手里没钱，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人去消费，这不是经济学，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实际上很多人啊，你如果把近代历史多读一读，你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什么叫不一样的答案呢？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说啊，就是这个欧洲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是英国啊工业革命的时候，它向外扩张殖民地。我们过去的叙事里面，那肯定对殖民地那就是搜刮剥削，穷尽所能，榨干最后一滴血。实际上不是的，你现在回头看看，要想经济搞得好，它反而要让殖民地繁荣，殖民地越繁荣，它越能消费，越消费它东西才能卖得掉。你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英国搞的几个殖民地，对吧？比如那个什么东方之珠什么的，那不是一般的繁荣，那跟这都有关系啊。英国殖民这个印度是吧？这多少年，那印度是不是经济提高了？老百姓生活水平是不是比以前提高了？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那你殖民地肯定就是剥削嘛，搜刮，把什么东西都拉走，跟那个苏联一样啊，把好东西都拉回家，掠夺。实际上不是的，你现在现在从我们的角度看，你没有消费，你看经济多难搞吧？那消费的前提就是你得有钱呢，你得让老百姓有钱，老百姓富裕啊，老百姓穷的一个叮当响，对吧？兜比脸还干净，你让他怎么消费？他不消费，你看经济就上不去。媒体对非制造业的评论聚焦消费疲软。纽约时报3月4日文章中称，中国2月非制造业 PMI 表明消费复苏脆弱，春节效应未能带动整体回暖。21世纪经济报道3月5日分析，服务业 PMI 低迷反映居民收入问题，需要收入分配改革。经合组织在3月4日简报中表示，他说中国非制造业疲软是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但内需弱是本土因素。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事情都影响世界经济了。非制造业疲软是全球经济放缓的一个折射，这事还挺大呀。建筑业的数据同样印证了投资端的疲软。2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回落 0.6 个百分点至 48.2%， 尽管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回升 1.1 个百分点至 50.9%， 重回临界点以上，但这种预期更多是基于专项债发行和重大项目开工的政策想象，而非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已经让建筑业失去了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仅骗基建投资的托底根本无法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带来的缺口。房地产投资者下滑 18%， 对吧？这个幅度太大，无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全面回暖。也就是说啊，房地产行业目前进入深度调整期，它对经济的拖累远不是基建投资能够对冲的。也就是说，你把基建投资再加大，你对冲这房地产的下行，这个非常难。这个经济学家杂志啊3月4日的专栏指出啊，他说中国 PMI 建筑业回落，确认了房地产危机的延续，投资疲软将拖累增长。中国建设报3月5日评论，建筑业 PMI 低位运行，需加速基建落地，但房地产出清是关键。而世界经济论坛3月4日的报告中警告，中国房地产调整周期延长，这个 PMI 数据显示投资信心不足，这些啊都折射出啊中国经济当前啊这个矛盾呢，包括房地产遗留问题的投资结构失衡问题还没有解决。当然了，也不要怀疑中国经济的韧性，也不要否认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的潜力，但是啊这有个前提就是必须跳出用短期政策对冲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路径依赖，要直面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就是我们老说的啊，你要找到病根啊，而不是继续用数据来粉饰，用口号来拖延。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市场普遍期待政策加码带来的经济回暖，甚至有不少人预测新一轮的强刺激即将到来。但过去10几年的经验反复证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缓解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无法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甚至会加剧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的矛盾，如同给垂危的病人注射肾上腺素，只能换来一时的亢奋，却会透支长期的生命力。当前中国经济的核
核心矛盾从来都不是流动性不足，而是市场的主体的信心不足，不是供给端的技术落后，而是需求端的持续萎缩，不是政府投资的力度不够，而是民营经济的活力被持续抑制。2020年中国经济能否真正企稳回升，不取决于央行降准降息的幅度，也不取决于财政支出的规模，不取决于重大项目的开工数量，而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也就是那个大手啊，你消停一会儿，就这意思啊，用市场来配置，能否给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能否真正打破行政垄断，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创造力，能否真正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内需潜力，这些都要一个个的攻坚克难呢，放开市场准入那么容易吗？打破行政垄断更难。如果我们依然沉迷于用短期宏观政策对冲经济下行，依然用新质生产力的口号替代市场化的制度改革，依然回避居民收入、民营经济信心、房地产市场出清这些核心问题，那么2020年的经济大概率依然会在底部震荡， PMI 数据在荣枯线上下反复的局面也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经济的出路从来都不在央行的货币政策里，不在财政部的财政刺激里，而在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里，在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里，在10几亿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里。也就是说啊，把一切政策最终要聚焦于提高10几亿老百姓的收入，让他口袋鼓起来，这才是根本之道。其他的啊，那都是舍本逐末啊。总而言之啊，2月的这个 PMI 数据不是什么季节性波动的小插曲，而是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它提醒我们，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依然巨大，总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结构性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中国经济从来不缺增长的潜力，这片土地上有最勤劳的人民，有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有最庞大的内需市场，但潜力转化为现实增长的前提是我们必须直面问题，放弃自欺欺人的粉饰，放弃路径依赖的短期政策，真正回归市场化改革的本源，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给民营经济公平的环境，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这才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个是基本道理啊，但是啊，基本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涉及到利益分配，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会让出自己的利益呢？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两难。2020年啊，我们将面临这个叫三驾马车的失衡。咱们老说三驾马车经济发展，对吧？一个是投资、消费、出口。那么很显然啊，26年必然会面对三驾马车的失衡，消费弱，投资过热但无效，出口波动加大。2025年消费贡献 GDP 增长 40%， 投资是 50%， 出口是 10%， 但是我们的投资效益是逐年下降，边际资本产出率，对吧，也会在下降。也就是我们接下来投的这些项目恐怕都是不赚钱，就业压力更是隐忧。2026年高校毕业生11270万人，失业风险高企。当然了，放眼全球啊，中国经济困境也将影响世界。2020年全球增长 3%， 中国贡献了 30%， 若中国速度放缓，全球供应链受冲击。我总结一下啊，说来说去就是我们消费不畅，消费不旺，引起这个世界各大机构媒体啊这个关注。而消费不畅，那归根结底又是大家没钱，大家没钱的归根结底又是分配问题，也就是你 GDP 是在增长的 5%，26年不行还 4.5% 呢， GDP 在快速增长，在全球都不算慢的，这么大的经济体里面它给你排第一，就是增速啊。那就是说你的蛋糕还在增大，但是老百姓口袋越来越瘪，你问题出在哪儿？不就分配吗？政策不停的在刺激，但是越刺激韭菜的口袋就越瘪，那是为什么？传导效应，对吧？也就是说你这个中间传导的链条出问题了，扭曲了。如果这些不解决，光喊口号没有用，韭菜牛马只会感觉到一年比一年难，对吧？而上海的这个豪宅那依然会，对吧？日光越贵卖得越贵。2026年韭菜牛马感觉到困难，但同时啊也是贫富加剧分化，对吧？极个别的有钱的人那是会变得越来越有钱，而这一切啊都是社会危机的开始，社会危机的积累。想一想伊朗、印度啊，只不过是没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伊朗。
了，本质上大同小异啊。所以牛马韭菜也得警醒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